嚟香港玩，參加旅行團，每人竟然只係18個8人民幣，你冇聽錯。近排一個網絡平台推出嘅超低價1日香港遊，掀起網上熱話。究竟係咪真有咁筍嘅旅行團？背後又有咩玄機？時間嚟到5月2號朝早8點，我哋嘅記者親自報團暗訪，報咗一個68蚊人民幣嘅低價團。五一黃金週蓮塘口岸真係人山人海，處處都見到舉住旗仔嘅旅遊團。由蓮塘口岸出發，大約40分鐘車程就到黃大仙祠。唔少遊客喺度拜神，祈求神明保佑一家人平安健康。之後，導遊就帶團去到一間藥房，喺旅遊巴上，導遊開始大講保健嘅重要性，話藥房嘅保健藥同咳嗽藥質素一流，值得一試。記者入到藥房一睇，哇！裏面都係其他旅行團帶嚟嘅遊客，個個喺度查詢同揀貨。藥品價格由幾百到上千港幣不等，好多仲要一打，即係12件起售。2點45分準時回來，遲到的自己游泳過去哈。哎，來，快去，不然一會兒到處都要排隊啊。2點45啊，準時啊，一定要準時啊。我是38块参加的，一開始我是有點不相信這個團為什麼會這麼便宜。之後實際來體驗之後呢，我感覺它確實也沒有什麼強制性消費的地方。這個團總體來說還是對得起這個價格的。然後呢，我是打算在今天在香港再住一天，第二天再去尖沙咀、旺角這些地方再去購物消費一波。也疑惑他這麼38塊錢的一個團，他是怎麼賺錢的？他賺不到錢，是以什麼方式能夠經營下去？就心裡一直很納悶這個問題。我一開始就很有疑慮，他是不是有哪些地方有隱性的消費？香港的旅遊呢，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有太平山頂。太平山頂從這個角度望過去，就是一覽香港中環的整一個景色。香港從這邊望過去，高樓大廈也是非常的多的，確實印象是十分深刻的。然後還參加了遊覽了天星小輪。天星小輪就是遊覽香港的一個景色，也是很不錯。印象還有一個是比較深刻的，就是星光大道。星光大道上有各個明星的摁的手印，我也進行了留念拍照。這個確實非常有紀念的意義。還有在晚上我還要去參加一個夜景的遊輪，非常的期待。調查發現，約30%遊客對呢啲團嘅盈利模式有懷疑，但更多人抱住平到笑就係賺嘅心態，覺得抵玩就得。呢啲廉價香港團喺唔少內地客心目中依然頗具吸引力。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接受我哋查詢時表示，旅遊業講求百貨應百客，旅客無論貴賤都係客。低價團嘅出現其實好正常，呢啲同港人去內地參加平價團嘅消費邏輯係一樣，呢啲都係潛在嘅成熟消費者，可能會再嚟香港旅遊。